才无心情，要哭惊无声，阮是酸声，你的歌是几牛车，放阮的心在通听，假做不知影。问你需要啥人陪？问你心爱倒一个？我不是少年花，若是无心无情无爱，就予阮知。为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不知等待会到倒一天。你讲要嫁人，阮搁在做梦，梦只听着心在喘。为心破烂，我将你放，默默期待我来亲一口，对你用阮的青春相送。阿母，你哪安尼讲啊？我知影我无应该离家出走，嘛无应该叫你出面去甲林家人陪失礼。也毋过若无安尼做，咱会亏欠秀英案一家人，你讲对无？早当期一个庄脚的时阵，阿母你做一寡代志，受到别人的批评。也毋过阿母你对我，自细汉到即马，你拢一直足关心我，对我足好的。伫咧我的心目中，你是我上好的妈妈。有你这句话吼，算阿母无白听你。阿母，有一项代志，我请你答应我。安怎？敢讲你要叫我去甲恁大人下跪哦？毋是啦，阿母，是秀英讲伊还阁少年，想要去趁一寡钱诱惑因爸母，所以阮的婚事是讲要较换一点合办。阿母，你看安怎？阿贵啊，紧答应你。他会当带你这种有效的新妇，敲完几年结婚哪要紧？多谢多谢。哦，推哥啊，看你安尼喙笑目笑，安怎？生意有较好，钱赚较济吼。对啦，我看吼是因为秀英啊找到钱人做翁婿，推哥欢喜伫心内啦。对啦对啦对啦，秀英啊吼，较面翁婿，以后就会当好好啊甲恁友好，安尼哦，你就免啊艰苦做生意，坐咧食，倒咧放就好啊啦。刘定诶，我是无毋茫互新查某囝友好，也毋过哦，今仔阮阿女啊特别欢喜，今摆去传猪脚面线。猪脚面线。无啦，秀英转来是好代志，去买猪脚面线要创啥？伊毋是为着秀英啊啦，是来宝也要转来。来宝也要转来啊！啊，恁着规家大团圆啊喂！真好真好。安尼啦，明仔暗吼，我来煮一个好料理，好啊，甲恁庆祝一下。多谢啦，多谢啦。牛丁的啊，你除了鸭肉含煮面以外，你捌煮过啥物好食的？我看安尼啦，门仔载吼，全部拢来大餐厅，好好甲吃一顿啊啦。哦，啊，你煞比我更较气愤呢？当然啦。好啦好啦，对哥，就安尼决定啦。开心。袂啦袂啦。你还搁咧无用，迄猪脚毋是已经控真久？控较烂会较好食，下暗吼先控好，啊放来保温。面线嘛先煮好熟，安尼吼，明仔载来报节面就有烧的猪脚面线会当食。安尼也对，是讲食猪脚面线才是会过瘾。人拢嘛安尼讲，只要吼咱诚心诚意，对来报是有好无歹啊。
免带，人咧猪骹毛本来就带较清气淡淡啊啦。你唔免安尼紧张，该是咱的就是咱的，唔是咱的，咱去安怎甲伊挽留嘛是挽留袂着。你哦，就要有迄个觉悟啦，死到心肝头较袂遐困苦。秀英啊，迄落佚佗啊，哪会搁咧佚啊？阿嬷讲无够清气，叫我搁佚一摆。但恁阿嬷目睭青面，伊要来早有清气也无清气。对啦，青梅哦就是过年啦，啥物嘛无看，啥物嘛唔知。秀英啊，但恁阿爸唔甘互你做事，来，这个爆发我来切就好，你入去休嘛，吼。阿母，有要紧无？弄着也无啦。无要紧，恁爸仔囝入去休困啦吼，这以后拄好互我切就好。迄个内部要当我无切较清气的，袂用的啦。阿母啊，你哪就安尼啦？你都教你也共款，听到这内部要转来，你是咧紧张啥啦？来啦，哈，我啦，好啦，你入去休困啦。啊，我加切几摆就好啦，吼。我切就好啊咧。是啊，恁阿嬷入去，吼，我加切几摆，我加切几摆。爸，你阿兄要回来，阿母甲阿嬷谁拢会遮紧张啊？也算毋知自从恁大兄掠入去关了后，我甲恁阿母，逐摆要去甲面会时，伊拢总毋肯出来甲阮见面。伫恁阿母的心肝内，敢若袂出芳见一个心爱的囝共款。即马就听你讲恁大兄出甲要倒转来，心理上哦，自然拢会紧张起来。但恁阿母哦。即马就伫咧烦恼讲恁大兄出来时，毋知甲伊相认袂，烦恼毋知甲伊讲话袂，烦恼讲毋知去怪伊阿爸。阿爸，安尼你咧，你敢会紧张？讲袂紧张，这是骗人的啦。也毋过这一年来，我先想都想袂晓的，到底恁大兄的心肝内？毋知是伫咧想啥，是到底是咧怨恨阮这两个老的，还是伊感觉见笑毋敢出来见啦？我想阿遐伊会安尼做，应该是对伊过去的一种忏悔，伊一定是想要重新做啦。若会当安尼是上介好，也若毋是安尼哦，恁老母甲烦恼就烦恼死啊！秀英啊，恁爸迄只来报，那遮尔久还袂出来啊？大概是咧办手续啊，你免着急啊。来报若毋出来，是要安怎？阿母，你台北毋是啥好所在，啥人爱管你阿爸啊？无咱来去门口等下你好无？我毋敢去，阿母，小壮毋敢去啊。遐尼久无见面，我实在毋知哦，要甲来报对倒讲起。我已经回过十几若摆，我就烦恼，伊即摆若阁毋肯见我，我实在毋知要安怎。秀英，你哪样即摆会阁安尼袂？阿母，袂啦，你看啦，你烦恼甲手拢咧喘，你放心，一定会真顺利的，吼。爱我为你一颗心能量。无看到兄呢？来报哪会无出来？啥都无出来。
阿母，等下阿爸来，咱问伊就知影啦。对呀、大哥也无找着。伊走。怎样，王女？大哥的心肝实在伤到着，连我这老母伊都无爱。是当时你去当我？我有去探听过，昨暝半暝就出去啊。你毋是讲今仔才出嫁？你其实无唔对啦，我著听感爱的人家讲，讲伊伫咧狱中哦表现真好，所以哦伊才会请求半暝就出家。顶狱长哦嘛有甲伊批准。我知影伊的意思，伊早就想要到，咱就来请，伊就定工半暝先走。真搞，我想啥物，你拢了小会讲。我真讲爱不爱你，我这老母，我家己也唔知影。我日日夜夜在想着你，我梦见你，你在当台湾时候。我叫这声阿母，免错，这下都好。我所谓我讲，所谓我谈，都拢无啊。我真点点仔记得，我有忧啊！我对，我真感谢。对呀、我了解你的心情啦，行啦，咱转来去啦。我哪这边过来啊？牛啊，你有去推过因家无啦？啊，推过因有转来无？来宝也有转来无？那安尼啦，我推过去来宝啊。我去食面，我煞接无人。唉，阿蕊啊，讲啥？唉，我苦啊！推过甲阿蕊啊，迄阵啊接无人，心情都咧艰苦啊！我叫你去因兜看一下，你煞变下狗的。哎呦，拜托咧，你好心一下，出一个声好无啦？阿蕊啊，到底人有安怎无啦？你搁甲我讲啦！阿蕊啊，自从转去厝里了后吼，坐伫咧床头，一句话都唔讲啦，敢若亲像插头翁仔同款。你拄则唔是安尼？我拄则吼有忝头，有摇头，不过吼，我入去房间看阿蕊啊吼，伊是一句话吼拢唔讲啦，失神啊！看到吼，我心是有够酸，感觉吼伊真正有够可怜的啦。莫怪这阿蕊啊，切心啦！唉，这来宝啊，今仔会变甲遮绝情，我实在哦，硬是想袂到。虽然伊毋是亲生，但是阿蕊啊对伊哦，是比迄个亲生老母搁较好呢。这若换做哦，我来生一个这款不孝囝，我着甲当做阿妈安尼，一块一块甲当我脆啦！你莫在那喷鸡开啦！
生后生啦，你若生后生吼，以你这种空空小小的个性吼，恁后生早就爬去头壳顶放屎啊！敢有影？啊无咱生一来试看觅吼。哎呀，讲你空，你真正有够空呢！我这老后要安怎生有啦？哦，对吼，我煞袂记你听到啊。我老，啊你是有偌少年啊？无咱两个拢老啊啦。敢有影？无我老，啊你也袂老，安尼好无？吼，啊你啊，足要足青春的，水敢若像一朵花。敢有遐水？有啦，足水的，比花搁较水的。你有顶的啊！那你讲一句话就咧考死我啦！讲我生做袂歹吼，这是有影啦。若讲我比花较水哦，你根本就是咧考死我啦！点紧收收的啦！等下啦，啊你是要倒啦？转来厝里啊！本来想讲来宝也转来吼，咱就做伙来食一顿啊青草的啦。即摆来宝也无转来吼，就转来厝里凊彩食食就好啊啦。我哪会遮衰啦？啊来宝也无转来，讲我柳顶就搁一个人收店。哼，这个阿玉啊，真正当作我无路用安尼。哼，忙代志拢爱听伊的。其实我是比推哥搁较有气魄的呢。你若伤假笑，恁爸哦，就塞一个互伊。哎呦，阿玉啊，你毋是转去来哦，我哪还搁徛在遮啦？我唔甘你一个人收店啦，惊甲啥的啦？爱我为你一颗心冷凉的。爸，恁阿母开嘴讲话无？无呢，也毋过已经倒落去困啊。我是看伊困去，我才敢出来。好佳再有你伫咧甲伊照顾，也若无阿爸毋知是要安怎才好。以早我就定定甲恁阿母讲过，叫伊茫伤过成囝，定定为着恁大兄的代志，教我伫咧口教。但即马呢，连一面都拢总无爱去，伊即马才倒命伫咧后悔。哎呀，伊平常时啊对我嘛是足关心的，我想袂到伊会行到即款地步。若知影阿兄会做遐尼济歹代志，我一定会苦劝伊。我知影阿兄伊本身是真善良的。我嘛知影伊本性袂歹，也毋过，伊即马甲咱切甲一清二楚，连一张批都毋肯写互咱，也毋愿意来甲阮见面。到底伊心肝内毋知咧想啥物哦，咱拢总毋知影。即马阿爸上烦恼，就是烦恼讲伊伫内面伫咧互关。伊若毋知通解决，一天到晚若搁踮内面甲遐犯人安尼个个来做伙，死到出家，搁来危害这社会。安尼看我教恁阿母，死到是要对祖先交代。阿爸，你放心啦，你敢毋是讲阿兄伊表现了真好，感觉才会当互伊提早出家？可见阿兄伊袂搁做歹代志啊。这也是我教恁阿母上愿望的啦。讲起来，我这做老爸人嘛真见笑，连一个囝都拢教袂好势。有时阵恁大汉若做毋对代志，我就安尼足受气，一直甲伊骂，甲骂甲互伊连一仙字的价值都无，甚至搁我甲伊讲甲连厝的一骹步都拢总毋敢倒转，结果呢？安尼嘛是无路用。我哪知讲教囝是我的责任，却毋知讲教囝是要用啥物方法。
但知影讲做时段的我，认真来趁钱，或者囝儿时势，大家安尼穿烧、食饱，安尼就好。从来就莫也考虑讲这囝儿时势的想法，甲伊的心情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伤心伤意也无彩甲，爱情拢是掠人是。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，等你一声，感觉心落雪，也是甘愿为你戆戆西。怎样你是一个人两个梦，害我为你一颗心冷。心情拢袂散，偏偏我。